9月23日世界手机日有一场正特别的演唱会，安排歌曲唔但有台语，阁有 rap， 透过歌手和手机表演者合作，加上有节奏性设计过这字幕，要互参与的观众朋友呢，无论是你听有或者是听袂到，拢会当感受到这音乐会。过年人要回娘家，伊拢讲伊要娘回家，要互伊穿母节碰西衫。 伊甘愿穿100块的路边单，路边摊就是个路味啊，咱得尊重伊的口味哦。表演艺术者郭耀林用伊的母语台语，透过家己写的歌，唱出对已经过身的老母的怀念。艺人廖晓彤为了要互听无的爸母感受到音乐，发起诚心唱伫咧倒的计划。今年3月初3世界听日日办中央公益演唱会试验场，这边办所在国家大，设备也升级，用动隔音音响。 和声波的震动更加明显，也配合歌曲的氛围设计字幕。是妈妈那时候跟我说，她的朋友也觉得说啊，我又听不到，我来演唱会干嘛？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就是要找他们来演唱会，要打破他们的印象。若是在戏港听无的朋友来看表演，也请因上台做伙表演。 这首歌很慢，经过讨论发现歌也慢，但也要听不辛苦。便可我们2个要对着看给他读他的款才可以。为了要让戏港听无的表演者吴山文掌握tempo，陈龙伫咧表演时阵会用特别的身体动作来提示。 还有一种较大胆的试验，就是用手语来表演饶舌的歌曲。指定打击的第一首歌是我觉得我写过最难的一首歌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折磨手语老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熊仔。用2种感官感受震动，还有听声音，这2个方式听到的再搭配字幕，好感动。甲对父母的爱，化作带听众者进入音乐世界的动力。廖晓彤的爸母也以家己的查某囝为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